網頁冇寫呢個候機室係近邊個閘嘅，佢係近6號閘。降落之後，我第一件事嗌嘢飲。你有特別需要可以同佢講，全部飲品我叫佢唔好另外再加糖，亦都唔要飲桶。跟住就去咗嗌嘢食。有特別需要又係可以同姐姐講。第一個炒 Indomie 係最好味。我話我唔食得辣，叫佢唔好加辣椒。同姐姐柯打完，姐姐會俾個機仔你，好似 food court 咁。除咗去水吧點嘢飲，你都可以自己攞自己斟。咖啡、奶茶、汽水樽裝、罐裝，任君選擇。仲有沙律櫃，最底嗰行中間用紙包住長方體，係吞拿魚三文治，好味。如果唔係因為太飽，我會試埋個炸饅頭。仲有印尼特產 Lapis Lakit 千層牛油蛋糕，好好味。同香港一樣，入環亞貴賓候機室可以儲 Smart Traveller 嘅分，中文即係環亞通。如果你未註冊，你可以用我嘅推薦碼 M for Mother 孖5 RKM。去程嗰陣我就用啲分喺香港環亞換咗個雪糕食，有啲味道例如奶茶味就係香港獨有嘅。